好開心再一次嚟到大家當中，咁咧就今日原來係呢個嘅父親節嚇，就有好多教會咧而家咧就唔搞父親母親節嘅，佢哋咧就搞呢個雙親節，即係大家咧慳翻皮咁樣。咁啊，我啱啱就係2個禮拜前就去嗰個教會，就佢哋就係搞雙親節，咁然後咧就大家一齊又食嘢啊，又玩啊咁樣，咁啊慳皮啲咁多啦，咪應該又父親節又母親節又兒女節，應該有女節又啊，好似我諗啊楊牧師咧應該要今日係父親節啦係嘛？我見到佢個女喺度彈打鼓咧，真係好開心，見到牧師啲仔女喺當中亂幫手，令到整個聚會咧嗰個氣氛都好唔同嗬。咁我唔知佢個英文名係乜嘢，咁佢淨係記得佢係牧師個女，咁啊唔係幾好嘅，要叫佢名好啲嚇。咁啊，你遲啲散咗會之後講俾我聽，佢個名叫乜嘢？等我咧撞到佢嘅時候咧，都記得用佢個名嚟到叫佢。哦，多謝你啊 Victor 嚇。咁好開心能夠嚟到大家當中。咁咧就係亦多謝阿楊牧師啦，佢真係好有彈性。本來我係應承呢度咧係每個月嘅第2個禮拜嚟到大家當中嘅，但係因為好耐之前啦，當然我一定係好早啊。咁咧就下個禮拜嚟緊呢個禮拜5咧，我係要去呢個利馬啊。利馬喺邊度咧？啲人話唔知道，係秘魯嗱。我哋知道咧，廣東人同講國語咧有少少咧唔同啦。我一講秘魯咧，廣東話嗰啲人識得笑嚇。講國語嗰啲就唔識得笑，冇辦法，呢個文化上邊嘅問題。咁啊，秘魯咧即係秘魯嚇，咁咧就係如果佢哋唔明嘅，你哋講俾佢聽咯。咁啊，去到嗰度咧，我要講國語嘅喎。嗰度嘅教會咧，本來咧係廣東話嘅教會。咁啊，你知道啲移民咧好多時候都係啲廣東話去嘅。咁啊，其實喺度大家當中咧，佢而家都係廣東話多過講國語嘅，但係國語即係我哋國內嘅人越嚟越多去啦。但係佢哋咧，即係我哋廣東人咧係好 flexible 嘅。咁啊，我哋咧就佢哋係遷就佢哋，所以咧就講到咧就唔翻譯講國語咁所以咧我啲國語咧都越嚟越勁㗎冇辦法就係咁樣㗎啦咁不過有時咧，我哋唱歌嘅時候咧，我又見到間教會咧，而家嗱，你知道咧，而家啲詩歌，譬如第一首呢個聖哉聖哉咁呢啲詩歌咧係通常係我哋香港人咧就係呢個由呢個嘅普天頌讚啊、生命聖詩啊翻譯嘅人咧，其實嗰啲係講國語嘅，咁所以咧譯嘅時候咧，佢係用國語嗰個譯調，咁所以有時咧啲歌咧，我哋廣東人咧。而家越嚟越多廣東人咧有自創嘅詩歌啦，因為我哋70、80年代，因為許冠傑嗰班人咧搞到我哋啲香港嗰啲嘅叫做廣東文化就越嚟越勁啦，係咪？咁但係有啲字咧，我哋唱起上嚟好難唱嘅，譬如話我的主呢個字咧，咁我哋廣東人咧就唱咗我的豬咁咧就係咁啦咁所以咧有時啲詩歌咧，因為我哋文化上嗰個次文化之下咧。咁我又見到間教會咧就好好啊！佢啲歌咧，因為佢哋一開始聚會嘅時候咧，就國語廣東話一齊，咁唱歌之後咧就國語分開咁樣咁佢咧就好好，就寫住粵歌咁寫住國，即係話呢首歌咧唱國語咧好聽啲嘅，你廣東話唱唔到嘅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廣東話唱嘅時候，國語又唱唔到嘅喎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寫住個粵字咁樣你識講粵語咧，唱粵語好啲咁多咁樣。咁有時呢啲咧，即係俾我覺得呢啲都值得係即係我去到喺唔同嘅教會嘅裏邊咧，學到一啲嘢咧，即係覺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唱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大家可以咧就好投入咁嚟到唱咁好多謝翻轉頭，多謝阿楊牧師。俾我咧係可以改一改時間，所以咧我係去到利馬，咁秘魯完之後咧就係有成4個禮拜日，我特登4個禮拜日留喺嗰度，因為嗰度冇乜傳道人，所以咧就係盡量嘅喺嗰度同佢哋講道，同埋咧去教書咁樣，然後咧就22號翻嚟咧，就26號
又嚟到播道會處咧嚟到分享。再一次真係多謝阿楊牧師嗰個嘅彈性嚇，俾我能夠可以咁樣嚟到去。不過我通常都係好早講俾佢聽㗎，唔會係一個禮拜前或者一個月之前咁樣講，因為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安排嚇。咁啊，今日係父親節，但係咧我都係仍然嘅嚇嚟到同大家咧係從呢個詩篇嚟到去分享下。嗱，呢個詩篇好快嘅啫，我就從呢個方位確定啦，方位迷失。嗱，我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你要留意咧，就係詩篇150篇嘅裏邊咧，有成1/3以上咧係屬於個人哀歌同埋呢個嘅民族哀歌嘅。所以其實我哋人生嘅裏邊咧係迷失方向咧係多過於喺呢個嘅方位正確立或者咧方位重整嗰個階段嘅。所以人始終都係困難多過於呢個順利嘅。你唔好以為信咗耶穌之後就係凡事順利，其實唔係㗎。基督嘅信仰係俾我哋有呢個嘅力量去面對呢個嘅難處。所以呢喺個嘅方位迷失嘅裏邊呢，第一首呢就係個人嘅哀歌。而個人嘅哀歌裏邊呢，我呢就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詩篇42同埋43篇。嗱，咁點解要兩篇呢？咁樣簡單嚟到講呢，因為個標題你會發覺到呢係42、43呢係一個嘅標題嘅啫。然後從呢個嘅文學上嘅角度呢，你又發覺到呢，你讀經文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到有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呢就係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佢，我當面嘅拯救。你發現到喺42、43嘅裏邊呢，就有呢一個好似副歌咁樣。咁啊，第二個角度就係文學上面角度。第三個呢，你會發覺到呢，就係42篇嘅裏邊呢，係嗰個係講到我係點樣，我係點樣。然後43好似一個答案，就將嗰個嘅主角轉到去上帝。所以呢，好多嘅學者都認為呢42同埋43篇呢係一齊嚟到讀，先至可以去體會到作者嗰個嘅心情係點樣嘅。好嘛，咁我哋一齊嚟到去思考呢首嘅詩，我就用一個嘅題目叫做腳踏泥濘，仰天而禱。我哋到一個簡單嘅禱告開始。天父上帝，將呢段時間再一次仰望在你嘅手當中，求聖靈親自嘅嚟到去光照提醒，讓我哋從詩人嘅歷程嘅當中去經歷上帝你一位點樣嘅上帝。我哋咁樣祈禱，奉耶穌嘅名禱告，阿門。嗱，詩人一開始嘅時候佢就話咧，佢話神啊，我嘅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嘅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嗱，我哋有一首詩歌咧，叫做 As the Deer 即係中文咧就翻譯如鹿渴慕溪水。我仲以為歐陽會係唱下呢首歌，或者我唔知有冇回應嘅時候會唱下呢首歌，因為呢，佢真係預備得非常之充足。一個月唔單止一個月啊，成2個月前就問我，佢話何牧師你要講嘅信息係乜嘢啊？咁樣，咁我話你唔使擔心嚇，我1個月前呢就俾咗佢，咁所以呢，佢又好好嘅預備。咁其實真係喎，今次嗰個大詩歌嘅裏邊呢，真係睇到佢嗰個預備喺當中嘅喎，為你嚟到感謝上帝嗬。咁嗱，呢首如鹿渴慕溪水，其實呢首歌佢係用呢節經文嚟到寫出嚟嘅。不過嗰首歌呢，佢個意境係好唔同嘅喎。佢嗰個意境呢，就係你唱過啦，係咪？好似呢係一個嘅好寧靜嘅溪水邊。嗰個嘅草地咧就綠茵如畫咁樣，有和煦嘅陽光加上呢個嘅花開遍地，一種咁好嘅環境，
嚟到表達首詩歌，但係其實呢首詩歌第一節裏邊所講嘅係啱啱嗰個意境係相反嘅。佢話神啊，我嘅心切慕你，好似鹿切慕溪水咁樣。跟住你會睇到後邊嗰句說話，佢話我幾時可以朝見上帝呢？其實呢句說話係表達到嗰個詩人用鹿嚟到去切慕溪水嘅形象，深刻嘅嚟到刻畫佢自己切慕上帝嗰個嘅程度。嗱，鹿其實係最容易受驚嚇嘅動物嚟嘅。詩人其實係形容緊嗰隻鹿啊，係被敵人嘅辱罵驚嚇一種咁樣嘅心情嚟到去寫呢一首詩。嗱，舊約裏邊用切慕呢個字咧，只有2次出現過嘅啫。一次就係即係喺2次就有即係喺42篇裏邊有2次啦。然後其他咧就喺呢個嘅約珥書嘅1章20節，佢話田野嘅走獸切慕你，嗱就係同一個切慕，但係個背景係乜嘢咧？係因為溪水乾澀，火吞噬咗野地嘅草場，所以從約珥書嗰個切慕加上呢首詩嗰個嘅背景嘅時候，我哋發現到第2節嘅後半節，佢話我幾時可以見到我嘅神呢？我哋可以斷定一樣嘢，呢個切慕其實個背景係嗰隻嘅鹿身處喺一個無水嘅災難嘅境況裏邊，嗰隻鹿好似或者個走獸嚟到個溪水旁邊，佢發現到呢個河床係乾澀嘅，佢於是張開個口好喘息，就發出一種好卑微嘅聲音，由內到外只係在乎一件事，就係好渴慕快快尋見上帝，好似一隻好乾渴嘅鹿咁樣，佢要揾到呢個嘅水源。嗱，所以呢個就係整首詩嗰個嘅背景。嗰隻鹿喺一個好乾枯嘅水床嗰度冇水飲，佢要渴慕呢個嘅溪水。但好可惜，鹿渴慕溪水換嚟嘅卻係淚水，清澈嘅溪水第一節卻變成咗苦澀嘅溪水第3節。讓我嚟到讀嗰節嘅經文。佢話第3節到第5節，佢話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人不住嘅對我說：你嘅神喺邊度啊？我從前與眾人同往，領佢哋到神嘅殿，大家用歡呼稱頌嘅聲音嚟到守節。我追想呢啲嘅事，我嘅心極其悲傷。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讚佢，我當面的拯救。嗱，詩人一開始佢就直接將佢嘅困境帶到去上帝嘅面前，佢向上帝嚟到陳述佢嘅苦況，佢用一種極度口渴嗰個鹿嚟到尋求續命嘅溪水，嚟到比喻自己點樣嚟到渴想上帝。誰知我哋發覺到佢換嚟嘅係淚水。第3節嗰度點樣講？佢話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詩人點解咁痛苦呢？佢嘅痛苦就係因為敵人不
斷嘅追問佢，唔單止係一次嘅追問，其實係兩次嘅追問。第3節同埋第10節，敵人就追問佢：喂，你嘅上帝喺邊度啊？嗱，弟兄姊妹，當你同埋我在困難嘅時候，在痛苦嘅時刻，我哋懷疑上帝嘅存在，呢個都係我哋嗰個問題。但係最痛苦嘅一樣嘢，就係呢個嘅問題係喺別人嘅口當中出嚟，而且係帶有一啲諷刺同埋嘲笑咁樣嘅口吻，咁就唔係好痛啦。佢度揶揄緊我哋，揶揄緊嗰個嘅詩人，佢話你嘅上帝喺邊度啊？當你喺困難傷痛嘅時候，別人用呢個嘅諷刺同埋譏諷嘅口吻嚟到問嘅時候，就好似喺你嘅傷口上邊灑咗鹽一樣，更加嘅刺痛詩人嗰個嘅心。嗱，仲有喎，再諗清楚，最痛苦嘅係發問嗰個人，佢並唔係否定上帝嘅存在喎，佢嘅焦點乃係：喂，上帝係存在噶，不過佢冇理到你嘅痛苦喎。你睇到嗰個痛苦喺邊度呢？個痛苦唔係否定上帝嘅存在，而係否定上帝喺我哋困難嘅時候，佢唔理我哋。呢個就係詩人嗰個嘅痛苦。更加再深入去睇落去嘅時候，詩人嘅痛苦仲更加深入係乜嘢呢？就係因為佢以前曾經經歷過神嘅同在。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唔單止係經歷神嘅同在，佢係帶領人去經歷上帝。佢帶領人去到上帝嘅殿當中，去體驗到上帝喺上帝同在嘅歡樂啊！第4節嗰度點樣講呢？佢話：我從前與眾人同往，領佢哋到上帝嘅殿，大家好歡喜稱頌上帝嘅聲音嚟到守節。佢一想到嗰陣時嘅情景啊，佢係帶領人去到上帝嘅殿當中，享受上帝同在嘅歡樂。但係而家睇到佢嘅困境嘅時候，佢就悲傷。第4節嗰度點樣講？佢話佢嘅心憂悶。第5節話又煩躁啊！憂悶係其實指到一個人咧，好似咧係屈膝嗰種嘅姿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痛苦到嘅地步咧，就係總之咧就喺張床嗰度咧，就係喺個屈住咗自己，就將張被冚住晒。呢種就係嗰個憂悶嗰個嘅表達啦。而煩躁係乜嘢咧？就好似隻動物咧喺度，一係就嚎啕大叫，一係就好細聲嘅喺度呻吟，內心嗰種嘅不安，係某種唔能夠平靜落嚟，整個人都淹沒喺一種好哀傷嘅循環當中。所以呂振中就將佢譯得更加嘅嚟到去淋漓盡致啦。佢話：我追想呢啲嘅事，我嘅心極其悲傷。佢點樣譯法呢？佢話：呢啲事我每逢追想，便傾瀉傷感嚟。即係話一追想我以前係點樣嘅時候，而家啲傷感呢就係咁樣傾瀉喺我身上邊。呢一個詩人惜往日，淚流滿面。昔日
可拉嘅後裔，佢係屬靈群體嘅領導者，佢帶領眾人喺神嘅殿當中敬拜親近神。而家佢身處異鄉，一個陌生孤單嘅環境，子民冇時間嚟到理睬佢，屬靈嘅事唔需要佢嚟到去沾手，佢好似成為咗一個不需要嘅屬靈領袖，不能同佢熟悉嘅群體喺上帝嘅殿當中歡呼讚美神。弟兄姊妹，我哋有一間嘅教會，有一班熟悉嘅弟兄姊妹，一同嘅敬拜上帝，呢個係幾咁大嘅一個嘅福氣。可拉佢係一個屬靈嘅領袖，或者可以咁樣講，係現今嘅牧者。佢以前所帶領嘅群體唔需要佢。你諗下佢嘅心情係點樣？當時詩人喺咁嘅情況嘅裏邊，佢落喺一種自怨自艾、自卑自憐嘅光景嘅裏邊，但係忽然之間，佢進入一種自言自語嘅狀態嚟到提醒佢自己喎。第五節嗰度點樣講啊？佢話：我嘅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呢？你應該做嘅嘢係咩啊？仰望上帝，我還要稱謝佢，我當面嘅拯救。呢一種自我嘅提醒，向自己好似講道咁樣，喺首詩嘅裏面出現咗3次啊，分別出現喺42篇嘅第5同埋第11節，仲有第44篇嘅第5節。我咪講俾你聽過，好似有個詩歌嘅副歌咁樣重疊嘅出現咧。嗱，詩人佢表達佢傷感之後，佢自己嘅心就發出一種關鍵性嘅呼籲，提議啦。佢提議自己，將自己嘅心轉移到思想到上帝曾經點樣嘅拯救佢，並作出一個感謝嘅行動。總之，呢句說話嘅意思即係話，詩人嘅焦點從佢嘅困境同佢眼前嘅境況轉移到注目到掌握一切嘅上帝嘅身上邊，就好似一隻飢渴嘅鹿，唔會停留喺個乾涸嘅河邊，為咗尋找呢個水，鹿就繼續嘅嚟到行動。詩人喺個時刻嘅裏邊，佢就自勉，要脫離哀傷嘅循環，要振作起嚟，唔好放棄仰望上帝。上帝先至係佢嘅出路，佢必定會拯救。佢相信佢自己將來必定會在上帝嘅殿當中一齊嘅嚟到歌唱侍奉上帝。嗱，呢種自言自語、自我嘅交談，對自己一種嘅提醒嘅祈禱，其實係真係有一種治療嘅作用嚟。嗱，當然呢個嘅自言自語嘅裏邊係夾雜着上帝嘅話語嗰個嘅應許。喺度我自己都曾經有一啲咁樣嘅經歷。你會成日聽到啲牧師都係咁樣講噶啦。喺佢牧養過程嘅裏邊咧，係會遇到好多艱難同埋困擾。好幾次我真係想放棄呢個牧會嘅工作。佢意思即係廣東話話齋劈炮唔撈啦，
真係有一啲咁樣嘅時候放棄。但當我每一次喺一種咁嘅低潮嘅裏邊嘅時候，我就去到阿蘇薩最北邊嗰度咧，嗰度我唔知佢有乜個天主教嘅一個嘅營地，就去嗰度咧，揸住個車一個人就上到嗰度，唔好即係師母都唔好同你一齊，一個人自己去到嗰度，咁好攰嘅時候啊，瞓覺先，瞓完之後咁喺嗰度咧，嗰個地方咧，去即係天主教咧，佢有啲嘅嗰啲叫做雕刻嘅像啊，喺嗰度咧有一個嘅像咧，有幾個嘅像咧，就係將耶穌嘅生平啊，由佢嬰兒、小孩、成人、被釘即係咁樣一個過程咧嚇嗱。咁我哋小心，我哋唔係敬拜偶像啦，但係咧有時有啲實體嘅嘢咧，可以幫助我哋思考嘅因為人咧淨係喺個腦裏邊去思考咧係好高層次嘅但係有時有啲好似我哋見到十架咁，我哋咧就會呢個想到主耶穌咁我就喺嗰度咧就係睇住嗰啲咁耶穌嘅生平。咁耶穌生平嘅時候，我就望落去耶穌嘅馬槽嗰度，咁自己喺度講咯，我話主耶穌你出世嘅時候，人哋話你好安詳，其實喺嗰個嘅牛棚嘅裏邊，啲牛咦喺度叫，咁仲有啲米田共，有啲味道，我諗你都唔會好舒服嘅啫，係咪啊？所以唱嗰啲歌咧，好似有時寫起上嚟，好似唔係幾啱嗰個場景喎。咁講下嘅時候，咁諗到，哎呀，耶穌其實喺嗰個時刻嘅裏邊，你冇理由，你嘅身份咁尊貴你竟然道成肉身嚟到一個世界上，連呢個酒店Hyatt 又冇 ，Best Western 又冇，呢啲加落去嘅咋，都好困難㗎喎。你咁諗翻起自己，我渣渣地都有張床瞓喎。當你咁樣去思考、去祈禱，咁到耶穌去工作嘅時候，佢話：哇！你睇下，你做好多樣嘢，真係你又唔係話好心做壞事喎，你好心做好嘅事，但係人又誤會你，又挑剔你，又毀謗你，跟住自己喺度講咗，算得乜嘢咧？我喺侍奉個裏邊，係嘛？梗有人會誣蔑你、誤會你，嚟到去即係咁一路傾偈，一路咁樣講嘅時候，上帝嘅話語有啲咧就係即係入到自己腦海裏邊去講翻出嚟。咁喺咁嘅過程嘅裏邊咧，我發覺到呢種係一種自我牧養，用個人嗰種嘅感受向上帝，因為冇人啊嘛，可以大聲嗌，可以細聲講，可以淚流滿面嘅，無論點樣，唔需要驚慌，有周圍嘅人覺得你係咪傻傻地定癲癲地咁樣，就咁樣嚟到講嘅時候，加上咗上帝透過佢嘅話語嚟到去提醒嘅時候，我發覺到呢種自言自語嘅一種嘅禱告，係有種自我牧養嘅功能。喺個時刻裏邊，上帝將你嘅痛苦得到呢個嘅醫治，困難反而成為咗你嘅挑戰，人嘅批評係我嘅鞭撻，慢慢我就從自我嗰種嘅困難、嗰種嘅圈套嘅裏邊，轉向咗上帝嘅誠實，於是落山又有力量繼續走前面嘅路。嗱，詩人佢其實就係咁樣從自我嘅交談、自我嘅牧養，佢得到啲咁多嘅力量同埋鼓勵，但係佢心裏邊嘅憂悶並冇煙消雲散啊！佢再睇下自己嘅時候，
佢思想到而家身處嘅境況，因為環境係冇變嘅，苦澀嘅淚水迎嚟嘅係乜嘢呢？竟然係洪濤波浪，似乎佢經歷嘅一個更加痛苦嘅洗禮。昔往日佢淚流滿面，但係佢想今朝嘅時候，佢發現到係乜嘢呢？係洪濤漫身。第6至到第11節，佢係我嘅神，我的心在我裏面憂悶啊，所以我從約旦地、從黑門山、從米薩山紀念你。你嘅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嘅波浪洪濤漫過我身。白晝耶和華必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祈禱賜我生命嘅神。我要對神我的磐石說：你為何忘記我呢？我為何因仇敵嘅欺壓時常哀痛呢？第10節，我嘅敵人辱罵我，好像敲碎我的骨頭。佢哋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裏呢？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你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謝佢，我當面嘅拯救我嘅上帝。我哋發覺到詩人顯然佢係喺巴勒斯坦外面嘅地方，遠離咗以色列敬拜嘅中心耶路撒冷。佢從前係同眾人同往，領佢哋到上帝嘅殿當中。第4節，而家佢卻係喺以色列嘅北部。以色列嘅北部係咩啊？約旦地、黑門嶺同埋米薩山，再上啲就係黎巴嫩嘅南部，而家打緊嗰啲真主黨嗰個地方。以色列最北嘅地方就係約旦地、黑門嶺同埋米薩山。詩人點解會提到呢啲呢？咁樣我哋知道呢嗰個嘅黑門嶺、米薩山呢係長年積雪嘅。然後咧，佢融雪嘅時候咧，嗰啲水就流入呢個嘅約旦河。咁啊，約旦河咧就佢即係當佢真係好嗰啲雪積得好犀利嘅時候，流落嚟嘅時候咧，就係嗰啲水就好似洪濤嘅水咁樣流嚟，砰砰聲好似瀑布咁樣。咁啊，大家去過呢個尼加拉瓜大瀑布啦，係咪？你一係就從呢個嘅多倫多嗰度睇，佢哋話應該喺呢個嘅紐約嗰個嘅北佛路嗰度咧睇咧就更加犀利。咁我曾經都去過2次呢個尼加拉瓜瀑布，坐船去，哇！你睇到啲水嗰個瀑布澎湃嘅聲咧，哇！你嗰時唱呢個咩咧？就唔係唱三一頌嗰首，係唱嗰首咩咧？主啊我神How great thou art！ 哇！大聲去唱嘅時候咧，嗰啲聲音都蓋住你嘅，但係你能夠好唱出嚟，覺得哇好偉大、好宏偉啊咁樣。不過，大家留意一樣嘢，以色列人、猶太人，當佢講到瀑布、深淵與深淵響應嘅時候呢，你會留意到整個舊約嘅裏邊，當佢講到一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呢，佢係用洪濤漫身嚟到形容。所以你喺舊約裏邊咩海怪啊、乜乜乜啊嗰啲咧，都係邪惡嗰啲嘢咧，即係黑暗嗰啲嘢咧。佢用海嗰個翻騰嚟到形容，並唔係用我哋而家咧，即係話咧，哇咁偉大咁樣嘅。所以咧，呢一個嘅詩人咧，佢其實咧係可能喺個高山地區裏邊睇到個瀑布，呢啲水流咧係好急速嘅落嚟。咁啊落入嚟嘅時候咧，佢好似被一個急流咁嚟到沖咗佢，去到深淵嘅裏邊。喺第7節佢就咁樣講啦。佢話深淵就與深淵響應。嗱，呢一種佢眼前所見嘅深淵咧，衝擊住佢。佢一想到呢個深淵嘅時候，就有一種嘅壓迫感，就喺佢內心嘅裏邊、深處嘅裏邊嗰個心態，去感覺到有種窒息嘅感覺。
即係嗰種嘅困難，嗰種嘅痛苦，好似深淵咁樣壓住佢。佢咧喺個時刻嘅裏邊咧，好似唞唔過氣咁樣。因為喺舊約嘅裏邊，深淵好多時候係形容緊死亡同埋混亂嘅，所以咧詩人好似心亂如麻咁樣。但係佢仍然嘅，佢堅信神嘅慈愛同埋賜生命嗰位。第8節佢話：白晝耶和華必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祈禱賜我嘅上帝。嗱，其實詩人嗰個困境同埋困苦，並唔係單單佢遠離咗耶路撒冷咁簡單。佢嗰個問題其實就係佢身陷喺個困境同埋受磨練嘅時候，佢一直所認識嘅嗰位信實守慈愛嘅上帝究竟喺邊度？所以神喺邊一度？神嘅缺席先至係詩人核心嘅問題。所以詩人喺度有幾次講到個為何第5節、第11節同埋第43章嘅第5節，佢話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呢？嗱，我哋再留意到第9節，你為何，佢問到上帝，你為何忘記我呢？我為何因仇敵嘅欺壓時常哀痛呢？然後第43篇嘅第2節，為何丟棄我呢？我為何因仇敵嘅欺壓時常哀痛呢？然後43篇嘅第9節，時常哀痛。其實詩人佢在一個乜嘢嘅深淵痛苦嘅裏邊呢？佢其實可以講得上係走喺呢個黑暗嘅裏邊，佢喺黑暗裏邊嚟到走。詩人被敵人嗰種嘅壓迫，佢向上帝嘅申訴又得唔到上帝嗰個嘅回應，佢彷彿走喺一個黑暗無路嘅處境當中。所以43篇第2節佢話佢時常哀痛，時常哀痛。呢個哀痛嘅程度到乜嘢嘅地步呢？有翻譯就係咁樣講，就係話哀慟着走來走去，哀慟着走來走去，即係你走喺呢度又好，走出邊又好，走咩好，你仍然喺個哀慟嘅裏邊嚟到走。所以你同埋我，如果係好安靜細心，或者在你喺痛苦嘅時刻嚟到去讀呢篇詩嘅時候，可能你會更體會到詩人嗰種嘅心境。所以靈修學者就稱呢首詩嗰個詩人，佢嘅屬靈生命係叫做靈魂的黑夜。你話咁深奧嘅咁樣，其實當你同埋我喺咁嘅年紀嘅裏邊行呢條信仰嘅路，你開始慢慢會體會到喺某一個時刻嘅裏邊，你嘅靈魂真係黑夜嘅裏邊哀慟着走來走去。但係詩人喺第11節裏邊，佢就對自己一個勸勉啦。第2次嘅勸勉就係話唔好憂悶啦，唔好煩躁啦，應當仰望上帝啦。不過喺2次嘅提醒之後，佢就轉變咗啦。43篇嘅嗰度就轉變咗，從一個嘅即係自怨自艾、自言自語嘅角度裏邊咧，轉入咗一個祈禱啊！詩人就從自問自答，表達自己嘅感受，不斷嘅訴苦之後咧，就轉到一個直接，不如直接同上帝嚟到講啦。咁佢咧就講，佢話神啊，求你為我伸冤。呢個第1節，向不虔誠嘅國
為我嚟到辯護，求你救我脱離詭詐不義的人。你留意到42篇讀到11節之後，到43篇嘅第一節，就有一個嘅轉捩點喺當中。個轉捩就係從一個自言自語、自怨自艾，就進入到不如直接同上帝嚟到講，喺度去呢句説話嘅裏邊呢，你要留意到佢點樣稱呼上帝呢？佢認為上帝就好似佢嘅律師咁樣，求神為佢辯護。一個有罪嘅人，一個被人控告嘅人，你最叻就一樣嘢就係點啊？你同個律師講，因為如果你同埋我講，隨時一兩句俾佢執住咗就麻煩。由律師嚟到講，上帝就係我哋嘅律師，求你嚟到保護我。唔單止係咁樣，上帝都係佢嘅法官，佢係求神為我嚟到伸冤。法官就為呢一個被誣告嘅人嚟到去伸冤。上帝係我哋嘅保護者，係我哋嘅律師，又係我哋嘅法官。仲更加緊要，呢度就講啦，佢話求神救他脱離詭詐不義的人。上帝唔單止係你同埋我嘅律師，唔單止係你同埋我嗰個嘅審判官，更加係你同埋我嘅拯救者。你留意句說話嘅裏邊，佢將到上帝三個嘅屬性表達出嚟。詩人佢一層一層嘅掙扎，好似喺漆黑嘅晚上邊，腳係踏住嗰啲嘅泥濘，越踏越深，越踏越入，差啲俾佢嚟到淹沒嘅時候，天上仍然嘅好漆黑，不過佢見到微弱嘅星光，腳仍然踏着嗰啲嘅泥濘，仍然在困苦困難嘅裏邊，仍然係被敵人嚟到嗤笑佢。佢哋嘅嗤笑唔係話你嘅上帝唔存在，你嘅上帝係存在，不過有咩用呢？佢根本係缺席嘅。喺你困苦、困難、痛苦嘅時刻嘅裏邊，上帝都唔睬你。呢個先至係詩人嗰種嘅痛苦。佢呢首詩嘅裏邊，詩人夾雜着一種抱怨、哀痛、掙扎同埋抗議嘅聲音。詩人嘅痛苦好似佢嘅骨俾人打碎咁樣，整個人快要垮落去，支撐唔住啦。佢心靈其實已經憂鬱到下沉一個地步，但係好緊要一樣嘢，佢冇隱藏佢心裏邊嘅感受，佢不斷嘅同上帝講。佢唔單止同自己嚟到講，更加緊要嘅，佢就係同上帝嚟到講。佢腳踏泥濘，佢仍然仰天而禱。上帝雖然好似記得呢個字啊，好似唔在場，好似約伯咁樣，佢嘅朋友就係質疑你嘅上帝喺邊度。詩人仍然堅持嘅嚟到信靠。嗱，你留意到佢之前提到佢以前係帶領子民朝見上帝噶嘛，而家佢經過咗心靈嘅黑夜，佢就求神派使者嚟到引導佢翻到回家嘅路上。第3到第4節，佢求你發出你嘅亮光和信實，好引導我，帶我到你嘅聖山，到你嘅居所，我就走到上帝嘅祭壇，到賜我喜樂嘅神那裏。神，我嘅神啊，我要彈琴稱謝你。佢深知道唯一嘅出路係憑信心找住上帝嘅應許。
喺第3次佢開始自勉咁樣講啦。第5節，佢話：我嘅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呢？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讚佢，我當面嘅拯救我的神。呢句説話就成為咗42、43篇呢首詩嘅一個嘅結尾。嗱，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到冇答案，好似你而家睇一啲嘅戲咁樣，冇答案，係你自己去諗，係你自己去投入，係你自己去經歷。因為呢首嘅詩只能夠去直接嘅意會詩人所表達嗰種嘅情感，卻不能言傳嘅一首嘅詩。詩人最後呢句説話，比任何嘅解釋都好，因為每一位嘅信徒都要去正面佢同上帝嘅關係，冇人可以代替你，只有你自己先知道你與上帝係在咩個情況之下。讓我哋都低頭，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在呢一個父親節嘅主日，或許讓我哋思想到天上嘅父親。我哋作父親嘅都會覺得我哋回想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有啲後悔嘅地方，但係我哋嘅天父，你一直都喺度，而且都看顧帶領住我哋。有時我哋嘅兒女都會誤會我哋，覺得我哋冇好好表達對佢哋嘅關心，對佢哋嘅愛，同埋保護佢哋。但係上帝同樣，我哋好多時候喺開心嘅時候，我哋冇諗到叫你嚟到參與，但喺痛苦、困難、問題接踵而嚟嘅時候，我哋去揾你，但係我哋好似覺得你係缺席，你係唔在，更加旁邊嘅人用一啲嘅説話，有意無意地可能喺度講俾我哋聽，你並冇看顧、關懷、參與我哋嘅痛苦同埋困難。求主幫助我哋，從詩人佢嘅經歷嘅裏邊，仍然最後找住一個嘅應許。上帝，你係信實，你嘅缺席只不過係似乎嘅缺席。你好似我哋以前教我哋細佬哥嚟到踩單車咁樣，我哋其實喺後邊嚟到睇住，但係我哋嘅兒女喺學習過程嘅當中，佢哋驚慌，佢哋往後嚟到睇就跌咗落嚟。主啊，幫助我哋，俾我哋同詩人嘅經歷嘅裏邊，深深相信你一直與我哋同在，讓我哋去體會感受。同樣，你唔單止與我哋嘅家庭，你都與播道會呢間教會嚟到同在。我哋感謝你，祈禱奉耶穌嘅名禱告。